温州、台州、绍兴、嘉兴4个代理商的进货额为0。哼，以升相奈没有用，途金虎还是发难了。上次我查到的信息，就用这个办法，分头行动。我去温州，你去宁波，一定要拿到白纸黑字、确凿的证据。好的。其实走出咖啡厅的那一刻，我就后悔了。有钱人家小孩，千万别小看那小粉红，人家拿下8个合同了。你怎么跟双打茄子似的？我跟你说，大概没拿下来吧。我去，今天千万别汇报，林总点正背呢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是谁呀？林总，在干什么？做方案。知己知彼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不懂是吗？你不觉得林潇潇在这一点上比你强吗？什么情况呀？都过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没来。人家涂总啊，财大气粗，有点架子也正常。途金虎让我们不进货，我们已经照做了。今天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，该不是又要出什么花样了吧？我说句实话，咱们跟林瑞对着干，其实是担着很大的风险。今天这个事情啊，一定要讲清楚。等老涂把江苏给吃下来，江苏的代理区域，我们几个分。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？不要等了，途金虎不会来了。是我约的3位，我想跟你们好好谈谈。我们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发展直营，过河拆桥，还好意找我们谈？我们走。急什么呀？我们老大既然亲自来了，你们总要坐下来听他把话讲完吧。3位老板的脾气可真够急的，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嘛。我今天专程来呢，就是为了向各位保证，我发展直营以后，你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。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？凭这些，这些分别是我在台州、绍兴、嘉兴的专柜购买的 SW 的产品。这个是我们给温州的发货记录，上面有批号段，这些产品的批号都在这个段里面。难道各位没有发现自己的销售额比去年少了很多吗？胡金虎这个王八蛋，串货串到我这里来了。可是这发货记录可以伪造啊，这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那这个呢？这是温州龙发贸易仓库的出货记录和宁波恒美的备忘录。一旦上位，他真正想合作的是宁波恒美。3位都是炮灰。我发展直营从来没有想过取而代之，
我只是为了填补盲区，优化销售网络。说实话，直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光华东区就500多个终端。我林睿是3头6臂，还是会72变啊？那你如何保证我们不会出局呢？明年的代理合同我已经带来了。只要你们答应配合管理，合同今天就签。喂，小李啊，给我重新提交一下下个月的订货单。问我要不要去花对茶？，和上个季度一样，600万，马上。恨死了！按照我给你打的，再修改一下，800万。 700万。对，就这样。我去，什么鬼啊！一个新人签这么多大单啊！瞧你们这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，HR 的杨总都熟吧？刚进公司的时候签的可比这个多。你看小鱼愁得慌吗？扯那么远干嘛呀？说点有营养的。好吧，说点有营养的。我呢有事要先走了，这个看完放抽屉，记得帮我锁好啊。谢谢蔡姐。走了。真不够义气。我就一试用期助理，蔡姐这么对我真挺好的了。不对呀，这菜菜对你挺有好感的呀，不应该啊。你干嘛呢？我去，这菜菜跟咱们打哑谜呢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这些合同之前全部都是别人跟的单，现在全部变成了林笑笑的名字。难道有人被单？朝中有人啊！那我还玩什么玩呀？我不玩完了吗 ？Game over。小龙姐，这样我要走人了。怕什么呀？他有人，你没人啊？我有谁呀？我呀？你也是，还好我还有你。你这什么表情啊你？我是谁呀？我可是 SW 董小姐。是那个。哎呀，行了，别上火了。来，姐教你2招。这第一招，签2个大单，堂堂正正压死他。就这，这也能算一招？还没说完呢，还有第2招呢。搜集一些黑材料，证明他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。不过，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，容易两败俱伤，而且把他后台也给得罪了。董姐，饿不饿？咱俩吃饭去。走吧，我真的饿死了。我还没2天时间完成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什么是你林睿完不成？谢谢老板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您之前的提醒是对的。直营的计划，我决定暂缓。想好了。准备不充分，强行推进会得不偿失。这次是4家代理商，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。那下一次呢？我呢，只是提醒你，你自己如果想好了，自己决定就好。您提醒的太对了，
时机的确不成熟。我想好了。真的就放弃直营了吗？不是放弃，是暂缓。有点不甘心啊。我报上去的销售奖励方案，舒总没批。现在的舒总，不是以前那个带着我打单的师傅了。我必须要适应，也必须要接受，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我自己的老板。现在我站在这里看到的风景，和楼下人看到的风景，某种层面上的确不一样。所以，其实我能理解舒总。老大，今天晚上我能请个假吗？ OK， 你也累了好几天了，晚上希尔达的局我带肖文去吧。谢谢老大。老大，那妹子今儿来上海了。妹子啊？啊？啊，你跟我说在飞机上偶遇那个啊 ？OK， 看你这次能坚持几天。老大，我这次绝对是认真的。你哪次不说你是认真的？走。老大，如果有一天你做到了舒总的位置，我对你还能什么都说吗？至少我现在希望你能。喂，但丁，谢了，我们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没事儿，别把我卖了就行了。我还有工作，先挂了啊。这么晚了还工作？这样吧，以后你帮我，你开个价。不是我说，文哲，我就挺腻歪你这样的，动不动就拿钱来说话。我哥们儿还在呢，不跟你说了。别！喂，温董，哎，我是果味毛晓峰啊。毛晓峰，现在但丁在帮你加班吧？对，他帮我们升级后台呢。钱这方面，别亏待他。这个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前2天有个女孩拿着一个跟你们合作的方案来找我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温董，我不知道他去找您了。那个方案我是知道的。方案你觉得怎么样？从技术角度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有一定可执行性的。我没签，不过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。这样吧，过2天让这个女孩拿着那个方案来找我。还有，你是经理，像今天这种加班呢，就不必事必躬亲，注意工作节奏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好的，再见，温董。赶紧的吧。走，先吃口饭去。不着急了。温董都说了，注意工作节奏。走吧，明天再干吧。走。哎，你们家附近是不是还有火锅店啊？有吧？欢迎光临，2位里边请。这么晚是这个上火吧？上火？你这么佛系的人还能上火？看你加班还没加够是不是？
两位想吃什么，请看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温哲让你干那个事儿等于钓鱼执法，你该开个高价的。我一个平凡人啊，就不参与神仙打仗了。说正事儿，哎，给我介绍妹子这事儿你记住没有啊？必须的呀。不过你找女朋友怎么非要这种脸啊？没意思。我告诉你啊，世上就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你得有发掘美的眼光啊，你知道吧？low。张宇，毛总，哎，正有事找你呢。对，嗨，哎，你快说什么事儿？要不咱们拼一桌，我买单。行啊。哎，等等，我们有事要谈呢。是这样的，毛总之前帮过我，咱一起呗。好，那你们吃啊，那我就不吃了。淡定，一起吧。一起啊！一起啊！真的要麻烦王总多费心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您。那慢走您走。回头见。再见。代驾来了，林总。早点回家。东浩小姐，滴滴代驾为您服务，7号安全带我们出发了。来来，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鱼，来。吃点菜，吃点菜。谢谢啊。你们俩有完没完？各吃各的行不行？反正我就一句话，我觉得自己完蛋了，game over。毛，贵人，你看小鱼现在有难，你帮得上不啦？必须的呀！鱼，你那合同啊，先把线上预售、SW 新品发布，还有果味定制款先加进去，然后再整点什么战略合作。可是你们温总拒绝我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要帮你争取了。他答应再看一次你的合同，而且你们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他手下的平台，果味只是冰山一角，咱们现在要做是再多拿下他几个平台。先把果味签下来吧。这个人啊，不地道，跟他谈交易太危险了。哎，没准儿把你卖了还要给他数钱。温哲不地道。他这个人吧，心眼是有点多，是，但是吧，他不至于对你下什么狠招吧？就是啊。哎，你们是不知道了。如果我现在去找他，他肯定要憋什么坏，跟我谈什么2选1之类的条件。反正我是可能不会去找他的，大不了自己滚回杭州。2选1，谈条件？哎。温哲喜欢这款的，至于吧？不至于吧？哇，哎，你们是觉得他要追我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啊不，我没说啊。怎么可能？啊，是因为别的原因啊？那个原因也挺伤我自尊的。我说不至于，就是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长相，我这身材，我不值得被追呗？小声，知道。咱们谈正事，谈正事。我今天还真要谢谢你，毛总，你刚刚给我启发了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我不求温哲，我求你，你愿不愿意帮我？这还用问啊？但是这事儿也绕不开温总啊。没事，只要你愿意帮我就行。那没问题。还有那个喜欢网红脸的人，哎，你在网络界待了这么久，人脉啊、技术什么的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哎，人家妹子长得漂亮，我喜欢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
我这技术大家公认的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那你愿不愿意帮我？帮忙不是不可以。那行，那就够了。还有东东，如果你也想帮我的话，你一会儿陪我一加班呗。OK。哎，要不然咱俩现在就回公司？走吧，我着急。哎，不是，这还剩这么多菜。我一想到方案了，我跟你说。现在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加个微信。改天，你们俩改天再加。我真的急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拜拜。那个方案呢，我们第一步应该这么做。那不废话吗？莎文，你到家了吗？那就好。王总这个人很不好打交道，后面的跟进注意节奏。就这样。女士啊，你这个胎压很不稳啊，你要做保养吗？谢谢。你很懂车？一般般吧，略懂。贝哥，谁跟我说这是巧合？应该说是。哎，你怎么开车的啊？你追尾了我，你问我怎么开的车，合适吗？不是，要不是你突然停车，我怎么能追尾呢？大哥，这地下车库限速5公里，开那么慢，你都能追尾上我？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既然责任认定不清，那报警吧。别，报警那多麻烦啊，是吧？要不我们私了啊？我赶时间。我不赶时间。别，我们赶着要马上去无锡呢。要不这样，我出5000。你看我这车头都变形了，你们才掉了点漆，是吧？喷点漆就行了呗，啊？5000，你看看这保险杠都裂了啊！这到4S 店是15000。8000，够了吧？你们不是还可以报保险吗？别，行，算我倒霉，啊，我人栽了。手机转账，我扫你。OK， 收了。行了啊。女士，您的钥匙。女士，能不能再问你个问题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报警？第一，他一身酒气；第二，车里那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露过面。酒驾、外遇，我最讨厌的2样他都占了。肯定后悔司机那撞的是你的车。那是他的事情。现在说你的事儿。我什么事？新工作呀。平台派的太早，我还没有神通广大到能安排这种事儿，这都是缘分，知道吗？但是你这个老喝酒啊，要注意把胃保好，知道吗？路上给你买了包达喜，嚼着吃难受的时候来一片。我家里有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撞到脑袋了？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。你带我去医院，不耽误你挣钱。钱不重要。钱不重要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很有钱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。我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。谢谢。小一个鸟撞大呀！你说什么？大点声。给个5星好评，谢谢。可以的。哎，周宇，明天还是6点啊，跟老板说虾送到我店里来，最新鲜的。还有今天晚上收工了，唱歌。命运的安排
也好，是你最值得做的。哦耶！还挺有气势，人挺多。多拍点。抓住了，我也抓到了，锁住了，锁住了。汇总过来。温总，你要的备份。把这个拿给楼下那2个人，请他们交给他们的老板，越快越好，1个小时内。好的。他发现我们了。别着急，停车又不违法。怎么了，哥们儿？有什么事吗？这是你们老板想要的东西，50分钟以内他必须要看到，不想耽误他事情的话，你们该出发了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在忙你的事呢。找你来，就想跟你分享我又一次的胜利。你老师答应你啦？还没，就等你来。老师，您收到我的礼物了吗？说你的条件吧。要么以批的价格公平收购圣威，要么就彻底退出。但是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都希望你的人不要出现在我身边。用 P1的价格收购圣威，很公平。是我太贪心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合同我已经叫人去拟了，明天就能看到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退出投资界2年。凭什么呢？就凭文佳妮？要是当事人指证是你指使的呢？别忘了，受益人可是你哟。他说你会举证，是我指使你做假账，你会吗？不会。因为你爱我。是，我爱你。喂，还在吗？我答应你，但时间只有1年。你若不接受，就两败俱伤吧。我都说了，我绝对不会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？坐下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他到底给你多少钱？不是钱。对，一开始是钱，但是后来不是了。我只是怕你发现我的秘密，我更害怕的把你害死。我只想你平安，我想赶紧跟他划清界限，好好跟你在一起。文哲啊，有一点你说错了。
我相信你被诬陷我，所以我才会对他妥协。现在我们两清了。万正，毛晓峰的碎碎念给了我一个灵感，我要做一个起死回生的惊天大方案。娇滴滴的董小姐居然真的来陪我加班。职场铁律100说，千万不要把同事当朋友。我一直都不肯相信。从这一晚，我更加肯定了我是对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看看你做的。朵朵，哎，你平时上班，我没见你这么好看过啊。这是什么？你赶紧的。啊，对，我是愁着呢。你别打扰我啊，别吓我啊。羡慕嫉妒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恨。我是好奇呀，这晚上开代驾，一大早的跑过去做饭，身体可真好。哎，你不会是真的想跟一调酒师啊不，一代驾交往吧？他是干什么的很重要吗？亲爱的，我是提醒你啊，你呀，别看你恋爱谈了不少，这看男人的眼光你不灵的。情场跟商场它不一样的，你不要以为你一通百通，这各有各的套路。你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啊，他那一套怎么说呢？我在酒吧里见过的、听过的太多了，有艺术感、沧桑范儿，这哄女孩子嘛是 OK 的。可是他观察了你半年才下手，我是担心他看上的是你的钱。你觉得我那点收入会让人忽略掉我这个人？哎呀，你不要跟我抬杠呀，我是这个意思嘛。你漂亮有魅力，我否认过吗？财色兼收才是最好的呀。亲爱的，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些男人有多坏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这段时间就让我做你的司机好吗？谢谢，我叫车了。你叫的那辆旅程专车我已经让他走了，上车吧。系安全带。我自己来。车是哪来的？别说是你爸的。当然不是。租的。没关系，租金我来付。真的想多了，我只是朋友出去2天，借来开一下。你再不走，我真的要迟到了。走。林总，好。
行，空气质量优良。二所的报销单压2周了，辛苦了老板啊！给老大审的合同熬了5个通宵做的，拜托啊！谢谢彩姐了。通宵做的？是。还有5分钟，我要出门。有什么补充说明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哦，好。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针对年轻群体，以母亲节为节点，做出一个以情怀和让利为切入点的认筹活动，主打直播平台、网红、微博、微信这样的线上社交媒体。林总，如果这个活动覆盖一旦成功，营业额会非常大。我在你这个方案当中没有看到你基于调研分析得出的销售额预估，所以你并不知道营业额的上限在哪里，下限在哪里。但一定足够打赢林潇潇。除了刚才的问题，还有：第一 ，SW 没有先例，风险太大；第二 ，SW 的线上活动都是由总部的电子商务部统管，上次和果味的合同小打小闹没有问题。这个方案规模太大，不是华东区可以 hold 得住的，所以这才是蓝海。林总，我做的是非常规的线上营销，是除了传统电商部以外的增量，而且已经有很多高端品牌在试水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点。既然是线上非常规活动，如何统筹资源，需要投入多大的力量？还有最致命的一点，时间。恰巧你也没有。那时间只要还没到，就有希望。您说过的，机会都是做出来的。林总，我想试试。你可以试一试，公司不可以。一个通宵赶出来的东西，不叫方案。重新做一份，新的方案至少要解决我刚才提出来的4点疑问。出去吧。谢谢林总。时间，我现在张小鱼，犯什么神经啊？来，给你瓶战马提提神。我怎么就犯神经了呢？我现在要赶紧去改这个方案。你再怎么改也是张小鱼，这做文案最厉害的是 Justin。你真是我亲姐。老贾，你要死吗你？老贾，老贾，叫你。老贾，我有事找你。拜托，你叫我小听都行。什么老贾啊，跟水电工似的。行，我错了，贾老师。听儿，小听听儿。哼，我真有事找你呢。哎，你做文案天下第一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我真的错了，我这文案你帮我看看，你帮我改改。看在你上次帮我的份上，我就帮你看看。怎么样？什么呀？这也叫文案？我草稿都比这好得多。那是，因为你是 Justin 嘛。你帮帮我吧，帮忙。给我吧，1周之后给你。啊，不行，我明天就要交给林总。但是你这么厉害，你1天的时间肯定能帮我搞定，对不对？这就不能怪我了。我呀，出差。明天呢，我就飞大西地。这么远，嘉欣，你看今天还有大半天呢，晚上再加会儿班，明天早上我们这个方案肯定能够出。像你这种底稿，没个2天的时间，怎么可能会做出一个漂亮的文案？
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？啊！再说了，我不用收拾行李了，我不用做各种准备了。那通宵呢？你说什么？通宵。我明天是10点钟的飞机，你让我通宵，你怎么想的？这样吧，下次我帮你摆2份，不，3份，够意思吧？什么够意思呀？小婷婷，哎，我们家司令。师傅。坐进去，坐进去，坐进去。师傅，开车。小婷，你真的得帮我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以后都帮不上我了，我会输给林潇潇。如果你思念我的话，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亲爱的小婷，你得帮我。哎呀，那我衣服怎么办？行李怎么办？还有复选装备呢。我最讨厌别人强迫我做什么。哎，我可不是别人啊，我是你最好的姐妈。你给我一个方案，我还你一生的革命友情。你就在家改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你的衣服啊、面膜、各种保养品，我全部给你收拾好，还有你的浮潜装备。我要管你吃喝，把你伺候的像个可爱的小宝宝，然后把你美美丽丽、安安全全送上飞机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同意啦？啊。比心。师傅，快点啊！